Hello， 歡迎嚟到豪 B 嘅運動教室，我係前中國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。我哋咧都準備咗一套健體操，等大家可以 keep 住健康。我哋去片一齊做啦！我哋先做熱身嘅運動先。首先，我哋會頭向右邊方向望 ，hold 住10秒，3、2、1，然之後我哋轉第二邊。5、4、3、2、1，然之後我哋向上望天花板咯喎。5、4、3、2、1，然之後我哋望地下。如果大家得嘅話，可以雙手擺喺頭嘅後邊，然之後張開，然之後合埋你嘅手踭，呼氣向下壓。好，然之後我哋試下再嚟手踭張開望天花板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嚟呼氣向下望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咧雙手掂膊頭位置，然之後轉動下我哋嘅膊頭。好，我哋試下咁樣貼住向前轉，我哋轉10下嘅。4、3、2、1，然之後我哋向後咯喎，係啦，試下每一下都掂一掂個手踭，盡量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然之後我哋咧喐下條腰咯，而家我哋雙手試下咁樣擺喺側邊 hip 嘅位置。然之後，我哋向右邊嘅方向望啊，係我哋 hold 到5秒啊！3、2、1，好嚟第二邊，好嚟再嚟 hold 住5秒，3、2、1，好，然之後我哋翻嚟中間咯喎，好，然之後我哋而家企起身，嗱，我可以行喺前邊或者側邊嘅位置，我哋喐下下肢先啦。而家咧，我哋雙手叉腰，做一個 side tap 嘅動作，係啦，2、1，好，然之後我哋試下轉第二隻腳啊，係啦，如果咧大家得嘅話咧，可以咧重心腳微微彎曲嘅，3、2、1，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做一個 butt kick 咯喎，我哋咧雙手叉腰，然之後微微向後踢。好，我哋做多5下，3、2、1，好嚟，最後一個動作咧就係一個少少嘅挑戰啦，就係單腳平衡。如果大家得嘅話咧，可以扶住前邊一張凳，又或者如果大家有信心嘅話，可以手叉腰都得嘅。我哋腳拎起 ，hold 住10秒。眼望前方，加油大家！2、1，好，我哋然之後轉第二隻腳咯喎。眼望前方，係啦，大家可以扶住或者手擺側邊都得嘅。3、2、1， OK， 好嚟，我哋嘅熱身運動已經完成咗啦。各位朋友，我哋啱啱完成咗熱身嘅部分啦，而家咧就去到拉力帶嘅訓練咯喎。同事唔該。神奇拉力帶，其實咧，一般我哋以前運動員咧出隊啊、訓練啊嗰陣時咧，都會揾一啲訓練容易攜帶嘅器材嘅。咁而咧阻力帶就係其中之一啦。咁大家咧可以無論日常喺屋企，又或者返工返學都可以有一條拉力帶起身，隨時做運動㗎。咁多位，咁我哋而家嚟到第一個 exercise 咯喎。咁咧，首先咧，我哋咧將兩邊嘅拉力帶啦，我哋套入去虎口嘅位置。然之後咧，第一個動作，我哋會做一個肩水平外展嘅。好，而家我哋雙手伸直，水平位置，係啦。咁而家我哋咧分開，用力向外伸展咯喎。然之後我哋 hold 住1秒，好，翻嚟。然之後我哋再嚟做多10下，好，用力嗰陣時呼氣，呼。好，翻嚟，繼續，你會 feel 到咧個膊頭咧會有啲 burn 嘅感覺嘅，係啦，咁咧就係平時大家
做嗰陣時咧，可以練下大家手嘅肌力啦，同埋咧大家記得挺直條腰 ，hold 住你嘅 core， 咁咧就可以練多啲大家嘅肩胛骨同埋三角肌啦。呼氣，好，我哋做多3下。2，最後一下加油，1。好，咁我哋做完咧 ，feel 到膊頭有啲 burn 嘅感覺係咪？好啦，然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咧繼續喺虎口啦，然之後我哋咁樣向入收，咁樣揸住條拉力帶先。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放喺放喺 hip 嘅位置，手踭貼實你嘅身體。而家咧，我哋就會做一個肩外旋咯，又係一模一樣，用力向外伸展，呼氣，好，然之後翻嚟。好，我哋再嚟做10下咯。大家做嗰陣時咧，記得條腰要挺直嘅。咁做嗰陣時咧，感受下自己嘅肩胛骨係好似向後夾住一支鉛筆咁樣。係啦，咁樣又係大家可以改善大家嘅脊椎啦，同埋背部嘅肌肉嘅。係啦，大家咧做嗰陣時記得感受下嗰個張力啊！係，我哋做多5下咯。哇，好攰啊，係咪？大家堅持住，我哋最後3下。2 ，last one。OK， 好，我哋放鬆翻下先。好，咁我哋咧做完之後咧，我哋咧試下做最後一個伸展動作咯。又係一模一樣，我哋而家咧。咁樣去翻最簡單嘅水平位置啦，然之後舉高，係啦，咁咧我哋分開啦，然之後我哋向左右兩邊伸展嘅，咁大家咧可以改善下大家嘅脊椎啦，係啦，呢個係放鬆嘅動作嚟嘅。好，我哋左右搖擺多4次咯，係啦，大家做嗰陣時慢慢做 ，hold 住1秒。係啦，記得手指向天啊，盡量指向天嘅。咁大家平時返工返學，又或者喺屋企好攰嗰陣時咧，都可以做下呢一個動作。你做完之後咧，就會發覺個人精神啲㗎啦。係咪好神奇咧 ？That's why 佢就係叫神奇拉力帶。好嚟，我哋做多最後一次，呼氣。好，咁我哋上身嘅部分就已經完成咗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將拉力帶套入去腳，做下肢嘅動作啦。咁咧，我哋咧拉力帶咧可以將佢套喺我哋膝頭哥對上大髀嘅位置嘅。係啦，咁咧佢就咧有助訓練大家我哋嘅髖部嘅肌肉嘅。好嗱，咁而家咧就係會做一個 side tap 嘅動作，我哋咧向外點一點。大家向自己嘅3點鐘方向點一點啊，翻嚟，係啦，我哋左右兩邊做啊，試下9點，翻嚟3 ，yes 9，係啦，我哋掂一掂嗰陣時咧 ，hold 住1秒，感受下咧兩邊髖部嘅肌肉咧係用緊力嘅喎，即係大家 hip 側邊嗰嚿肌肉，係啦，非常好，大家點一點。翻嚟，係啦，好似想踩人哋隔離隻腳咁樣，冇錯。好，我哋做多4下，3、2、1。OK， 好嗱，而家我哋咧繼續套喺隻腳入邊，然之後我哋慢慢企起身咯。係啦，我就企側邊，大家企喺前面得㗎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會做一個橫向拼步嘅一個訓練嘅。嗱，首先我哋咧雙腳微微彎曲咁樣，係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咧隻腳就向外踏，好似蟹仔咁樣。1、2，係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翻返轉頭，3、4 ，OK。咁為之1次。咁我哋而家試下做6次咯喎。OK， 準備 Go！ 1、2、2，
非常好。嗱，大家咧雙腳微微彎曲，感受咧個臀部係用緊力嘅。然之後咧 hold 住你嘅 core， 條腰挺直喎，係啦，盡量唔好攣，感受下下肢嘅用力。time 好嗱，咁樣咧，我哋下肢嘅訓練就完成咗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完成咗拉力帶嘅部分啦。咁咧，我哋將佢放低，然之後咧，我哋有第二個嘅工具嘅，冇錯，佢就係壓力球啦。唔該，壓力球。好嗱，咁樣咧，都市人咧好大壓力，壓力球顧名思義就係咩咧？就係幫你舒緩壓力嘅。咁大家咧，如果覺得好緊張啊，或者好嬲啊嗰陣時咧，就可以拎佢出嚟。然之後我哋好用力捏佢，就可以發泄好多壓力出嚟啦。除咗佢可以發泄壓力之外咧，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可以鍛鍊下我哋細肌肉嘅壓力嘅。好嗱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咧試下左手伸出嚟，係啦，拎個心心俾大家睇下。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咧3隻手指咁樣拎住嘅，係啦，有手指公啦、拇指、食指同埋中指嘅。然之後我哋擺喺3點入邊，係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試下用力壓實佢。咁我哋可以訓練我哋虎口嘅呢一個肌肉嘅，冇錯。我哋練多5下，3、2、1，好嚟，我哋轉第二邊咯喎，係繼續，係咪好似個心臟跳動緊咁樣啊？好嚟，我哋試下做多5下，4、3、2、1 ，yes， 好嗱，咁樣咧，我哋咧之後咧就再做一個難啲嘅動作咯喎。嗱，而家將我哋個心心擺喺手心嘅位置，係啦，咁咧我哋而家咧會做，我哋會每一隻手指都會做一次嘅。我哋試下手指公撳佢，然之後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、尾指，然之後一齊撳落去。OK， 嗱，咁樣咧做6個動作咯喎，嚟一次，預備6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嚟一次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尾指6，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咧第二隻手都再做一次咯喎，嚟6拍嘅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好難啊，尾指5、6，係啦，咁樣捉住個心心嘅。好嗱，呢一個就係我哋壓力球嘅訓練啦。好，咁多位，啱啱我哋做完拉力帶同埋壓力球啦，咁而家咧我哋咧開始出汗，要做一啲帶氧運動咯喎。咁首先我哋第一個動作咧就係會做 bicep 啦，然之後向前咁樣踏步嘅。嗱，每個動作咧我哋會做30秒，然之後休息15秒，做2個循環咯喎。大家準備好，我哋開始咯喎。好，嚟，首先我哋而家雙手揸住，係啦，然之後我哋做一個二頭彎舉，向前踏步，係啦，向前微微踏一步出去就得㗎啦。係啦，記得挺直你條腰，係啦，感覺你雙臂係用緊力嘅，握拳頭，係啦，上嚟嗰陣時握拳頭，加油，仲有10秒。我哋左右交叉換步嘅，係啦，呢個都考少少協調啊。好嚟，time， 好嚟，然之後我哋咧會做下個動作咯喎。下個動作我哋會雙手拎高，然之後我哋做一個 high knees 提膝嘅動作。OK， 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好嚟，我哋仲有5秒開始，3、2、go， 雙腳遞高，雙手伸直，然之後咧接嗰陣時咧，我哋咧掂一掂膝頭哥，腳要90度嘅，係啦，記得呼氣，加油，非常好，係掂一掂，好，仲有10秒啊，5秒。加油，係啦，記得 hold 住 core， time， 好嚟，然之後我哋咧會做下個動作咯喎。下個動作咧，我哋好似由蛙式飛出去咁樣，然之後做一個 butt kick side to side 嘅 ，OK， 好嚟，加油大家，準備3、2、go， 好，咁樣踏出去，好似由蛙式咁樣，左右係啦。如果大家得嘅話，可以分開啲隻手，加油大家！係
好開心咁樣撥開啲嘢，有啲喘氣係咪啊？好嚟，我哋仲有5秒，3、2、time， 非常好啊，大家。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咧下一個動作咧，好容易嘅，好似左右兩邊拎啲嘢咁樣 ，OK， 好似拎啲嘢翻嚟咁樣 ，OK， 好嚟咯，再嚟下一個30秒喎，準備 Go， 係啦，我哋拎啲嘢，係拎啲嘢，好似去超級市場買嘢咁樣，拎啲嘢，有橙，有蘋果，有杯麵。有菜有罐頭，非常好，左右兩邊。然之後我哋咧轉嗰陣時咧，我哋要個腳踭要拎起嘅，非常好啊！大家拎遠啲試下，45度頭嘅位置，仲有10秒咯喎！哇！大家係咪拎咗好多嘢喺身啊？準備3、2、1 time。非常好，咁我哋咧再做下個動作咯。做完上身啦，然之後我哋去翻下身，一陣間我哋踏兩步 squat down， 踏兩步 squat down。OK， 好嚟，準備加油大家 ，ready， 預備 go， 兩步3，踏坐低，非常好，踏微微彎曲，係啦，大家記得坐低嗰陣時 hold 住 core。條腰挺直，腳尖向前，記得呼氣啊！仲有好快就到啦，最後20秒，加油大家！5秒，3、2、time。OK， 好嚟，我哋做最後一個動作，分開雙腳，然之後 side， 我哋掂一掂大家嘅膝頭哥 ，OK， 然之後咧，我哋咧重心腳就係咁樣掂落去就得噶啦 ，OK， 準備 ready， 預備呢隻手先啦 ，Go， 掂，係啦，有啲咩感覺咧？你如果眼睛望前邊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好似滑緊雪咁樣嘅，係啦，左右兩邊掂，如果得嘅話，試下再快啲啊！係咪覺得自己好似溜緊冰咁樣啊？呼氣，係你咧 hold 住 core 個 hip 同埋大髀用力，咁咧呢個對你日常生活嘅平衡力咧都好有幫助㗎喎。好嚟，我哋仲有5秒啫，3、2 time，yes， 大家第一個循環已經完成咗啦。咁我哋休息一陣，再嚟多一次咯。好，咁多位，咁我哋咧完成咗拉力帶同埋壓力球嘅部分啦。以下落嚟咧，我哋將會咧坐喺度做一啲帶氧運動嘅。咁每個動作咧做30秒，我哋會做6個動作嘅。咁中間咧會休息15秒，我哋做2個循環。OK， 好嚟咯。如果大家準備好，我哋就開始啦。好嚟，我哋幻想揸住一啲棍先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做一個二頭彎舉，係啦，同一時間我哋咧就向前踏步 ，OK， 我哋開始咯，準備3、2 ，Go， 踏步，係，盡量伸遠啲嘅 ，OK， 伸遠啲，用力嗰陣時呼氣，你幻想自己拎住一啲好重嘅嘢，但係你好容易拎得起佢。係咪覺得自己好大隻咧？即刻好嚟，我哋仲有10秒、5秒、3、2、1 time。OK， 好嚟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做下個動作啦。一陣間咧，我哋有少少協調嘅，我哋一陣間右腳伸出嚟，然之後左手向前推，然之後交換咯喎。OK， 好嚟，加油，準備 ，ready，go， 踏出去，係啦，我哋咧踢腳。踢直，然之後推出去咁樣，拱門，係啦，你幻想自己拱出去，然之後踏隻腳出去，係啦，攬高啲隻腳，非常好，大家。我哋仲有10秒 ，good， 非常好啊！準備3、
2 time。好，嚟，我哋而家做下個動作咯。我哋今日咧嚟到愛心送暖行動2025，最緊要咩？開心。我哋有一個開 party 嘅動作。好，嚟咯，準備3、2、1 ，Go！ 我哋張開你手開 party， 耶！然之後咧同一時間我哋咧隻腳可以微微向外掂一掂，可以望下隔離左右嘅朋友仔，係啦，係咪覺得好開心咧？然之後咧，我哋呢個動作可以咧同時活動下我哋嘅肩關節，非常好。大家，我哋仲有10秒，大家記得呼氣啊！坐直條腰，2 time，yes。我哋咧，然之後去到下一個動作咯。平時我哋要拎嘢，我哋就要諗住伸遠啲。一陣間我哋都係我哋左右兩邊拎嘢咁樣喎。預備，準備3、2 ，Go！ 拎掂出去，拎遠啲，條腰要轉嘅，係啦，眼睛去45度嘅位置，諗住拎完啲嘢，拎翻嚟，係啦，睇住，係啦，轉遠啲嘅條腰。如果你得嘅話咧，我哋可以踏隻腳出去，左右方向相反嘅，係啦，掂一掂，加油！我哋仲有加油！我哋仲有5秒，3、2 time。好，嚟，然之後我哋做下一個動作啊！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會做 core 嘅，我哋雙手拎高，然之後慢慢向前踢直隻腳，然之後上身用力咁樣捲啊。OK， 我哋做少捲腹嘅，預備 ，ready， 預備，3、2 go。係啦，隻腳盡量踢高啲，然之後你隻手咧盡量掂到膝頭哥或者小腿嘅位置嘅，左右交替咁做喎。Good。我哋挺直條腰落去 ，yes， 非常好啊！我哋仲有5秒，2 time，OK， 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做最後一個動作咯喎，一陣間我哋咧左手拎高，右腳掂一掂咁樣，做一個 cross，OK， 都係練我哋 core 嘅訓練嘅 ，OK， 好，嚟準備 ，ready go。盡量掂一掂，係啦，你 feel 到咧上身呢一個位咧係用緊力嘅，腳都係用緊力嘅，加油！好困難係咪？我都好攰啊！大家要堅持住10秒，加油！5秒，3、2 time。OK， 恭喜大家已經完成咗一個循環啦。咁之後我哋休息一陣，我哋會再做多一次嘅。咁多位，咁我哋已經完成咗拉力帶同埋壓力球嘅部分啦。咁以下落嚟呢，我哋會做一啲帶氧運動嘅。咁呢，我哋會做6個動作，每個動作做30秒，中間休息15秒，做2個循環。OK， 咁大家準備好，我哋開始噶咯喎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呢會做一個胯下拍掌嘅。OK。準備 ，ready， 3、2、1，好，我哋右腳拎高，抬高膝頭哥，係啦，我哋拍一下手 ，good， 好，如果得嘅話，大家可以快啲都得嘅，或者如果得嘅話，重心腳可以摁住咁樣都冇問題嘅 ，OK， 好嚟，我哋咧而家做，仲有10秒，加油，係啦，保持節奏。拍大聲啲，2 time， 好嚟，我哋然之後咧做下個動作。咁我哋咧啱啱向下拍手，而家咧我哋咧手掂喺耳仔嘅方向，然之後我哋做提膝頭哥咯喎。OK， 嗱，一陣間咧左右入咁樣喎。Ready go up， 愛合合愛合合。係啦，咁呢個動作咧，除咗做一個帶氧之外咧，仲可以同時練埋大家嘅側腹肌嘅。呼氣，呼氣，大家記得手踭要掂膝頭哥喎，
盡量掂膝頭哥，冇錯，非常好。time， 話咁快就30秒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哋會做一個開合跳嘅動作嘅。OK， 我哋吸氣呼氣，加油！我哋做到一半啦 ，ready， 3、2、go， 開合兩下，然之後前後開合，開前開前 ，yes， 保持節奏，唔緊要，大家保持節奏啊，冇問題啊，開前，仲有10秒。5秒，2 time，OK， 咁我哋啱啱咧完成咗開合跳嘅部分，咁而家咧我哋會做一個 squat jump， 係啦，樽腿跳嘅 ，OK， 好嗱，準備我哋慢慢開始咯，準備3、2、go， 我哋坐低向上跳，係啦，我哋落去嗰陣時咧都係慢慢微屈曲隻腳，係啦，細細力跳向上就得啦。我哋用力跳嗰陣時呼氣，坐低嗰陣時咧 hold 住 core， 非常好。我哋仲有10秒，堅持住5秒，2 time， 非常好啊！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做完 squat jump 慢慢之後咧。我哋咧，然之後做快咯喎！我哋做跳繩嘅動作 ，OK， 好嚟 ，ready， 加油！最後2個動作，3、2、go！ 我哋跳繩，雙腳跳。如果得嘅話咧，你可以慢慢加啲花式，左右兩邊咁樣踏步。係，仲有15秒。咁然之後咧，大家適應咗啦，我哋試下雙腳左右跳。係，跳多啲嘅 ，side to side，yes， 非常好，大家。好嚟，仲有5秒，2 time，yes， 我哋嚟到最後一個動作啦。咁咧，最後一個動作係考大家協調喎。我哋會左右兩邊拍腳踭 ，OK， 4下前後 ，ready go， 前後2、3、4，大家得嘅話試下大力啲拍落去嘅，非常好。完啦，我哋最後15秒，10秒，3、2。好，咁啱啱咧，大家做完好辛苦嘅大氧訓練啦，咁做翻少少放鬆嘅動作。好嚟，我哋吸氣，雙手伸高，眼望天空，呼氣。我哋做多1個呼吸啊，吸氣，呼氣。好，咁頭先我哋做咗好多手同背嘅動作啦，而家我哋咧伸展下隻手先。好，我哋左手擺過嚟。係吸氣，呼氣。好，我哋轉第二邊啦，非常好。吸氣，呼氣。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試下拉一拉我哋嘅大髀先，伸展下我哋四頭肌。係啦，如果大家咧喺屋企緊張嘅話咧，可以揾住啲嘢扶住嘅。好，嚟我哋試下轉第二邊啦。好，嚟吸氣，呼氣。咁我哋咧伸展運動已經完成咗啦。好，咁今日豪 B 運動教室已經完成咗啦，辛苦晒大家。請大家繼續支持愛心送暖行動，全運啟航，愛心飛揚。